各位學校管理員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校董網上互動學習課程嘅學校管理員培訓影片。今次主要係想教下大家點樣用呢個學校管理員系統，確保大家都可以掌握到系統嘅功能同操作。咁樣貴校嘅校董就可以順利咁透過系統完成培訓課程。呢條片將會涵蓋以下內容：如何啟用同登入賬戶，如何管理校董資料，如何新增校董，如何下載報告，以及其他實用功能。好啦，我哋而家正式開始。教育局早前已透過學校通訊模組 SMM 通知貴校有關首次登入校董網上互動學習課程嘅詳情，請學校按照信息內嘅指示，分別以學校管理員及校董測試賬戶嘅身份登入系統，並設定賬戶密碼。如果你喺首次登入或設定賬戶密碼時遇到任何困難，你可以透過以下方式聯絡系統管理員尋求協助。完成首次登入同埋設定賬戶密碼之後，接住落嚟我會教大家點樣登入系統。第一個步驟係進入登入頁面，你可以透過以下兩個途徑進入系統登入頁面。第一個途徑係直接喺瀏覽器網址輸入 sbmlc.edb.gov.hk， 而另一個途徑係前往校本管理資訊網站首頁 sbm.edb.gov.hk， 然後點擊校董網上互動學習課程按鈕，就可以跳到登入頁面。第二個步驟係輸入登入資料。喺登入頁面，你需要輸入以下兩項資料。第一個係用戶名稱，學校管理員嘅用戶名稱，即係你嘅學校編號，由6位數字組成，例如100000。第二個係密碼，即係你於首次登入賬戶時所設立嘅密碼。輸入完成後，請完成我不是機械人驗證，然後點擊登入按鈕。如果見到以上界面，即係代表已經成功登入。另外，為咗方便大家了解校董喺系統內嘅操作情況，我哋已經為每間學校準備咗一個校董測試賬戶。如果想進入校董賬戶嘅界面，可以返回登入頁面，並使用測試賬戶登入。喺用戶名稱一欄填寫學校編號，並加上小寫字母 D， 例如100000D。喺密碼一欄填上你喺首次登入賬戶時所設立嘅密碼。輸入完成後，請完成我不是機械人驗證，然後點擊登入按鈕。如果見到以上界面，即係代表已經成功登入。作為學校管理員，你可以喺系統編輯校董資料，包括協助校董修改資料、取消連結、重置密碼或解鎖賬戶。首先係修改資料。第一個步驟係喺我的學校頁面找出該位校董，然後按管理。第二步係點擊更新校董詳情。第三步係修改所需嘅資料，然後點擊提交。請注意，填寫姓名嘅時候無需加上稱謂，例如先生或女士。若校董冇中文姓名，則可以直接留空。第二個要講嘅係取消連結。若校董已經唔再係貴校嘅校董，你可以喺系統內取消佢同學校嘅連結。第一個步驟係喺我的學校頁面找出該位校董，然後按管理。第二步係點擊取消連結。第三步係喺彈出嘅確認信息入面點擊確認。接住落嚟，我哋會講解如何協助校董重置密碼。你可以指示系統向校董發送密碼重置電郵，等校董自行重置賬戶嘅密碼。第一個步驟係喺我的學校進入該校董嘅管理頁面。第二步係點擊重置密碼。第三步係點擊確認信息中嘅確認。點擊確認按鈕後，系統將會發送重置密碼電郵俾嗰位校董，請口頭提醒校董查收，並按照電郵嘅指示重置密碼。最後我哋會講嘅係解鎖賬戶。
若果校董因多次輸入錯誤密碼，佢嘅賬戶會被系統鎖定。你可以喺系統中為校董嘅賬戶解鎖。第一個步驟係喺我的學校進入該校董嘅管理頁面。第二步係點擊更新校董詳情。第三步，取消勾選鎖定方塊，然後點擊提交，即可以解鎖。接住落嚟，我哋會講解點樣創建或者新增校董。第一個步驟係喺我的學校頁面點擊創建或新增校董，然後第二步係輸入需要新增嘅校董編號，再點擊搜尋。第三步，根據以下兩種搜尋結果去新增校董。情況 A， 搜尋結果顯示校董賬戶已創建，只要點擊連結至我的學校就可以。情況 B， 搜尋結果顯示校董賬戶尚未創建。首先，輸入校董資料，請注意填寫姓名時無需加上稱謂，如校董冇中文姓名，則可以直接留空，然後點擊下一步。之後檢查資料無誤後，點擊提交。系統將發送賬戶啟用電郵到所輸入嘅電郵地址，請口頭提醒校董查收，並按照電郵嘅指示重置密碼。請注意，啟用連結嘅有效期為48小時。另外有一個小貼士係關於重新發送啟用電郵嘅。若果校董未有收到電郵或者連結已失效，你可以喺校董嘅管理頁面點擊重新發送啟用電郵。下一部分係下載校董培訓報告。喺報告頁面，你可以查閱學校內所有校董嘅培訓報告。第一個步驟係進入報告頁面，你可以透過勾選包括測試賬戶，選擇是否顯示測試賬戶嘅培訓記錄，之後設定日期範圍，以獲取指定期間嘅報告。第二步，你亦可以點擊下載校董培訓記錄報告按鈕，下載所顯示嘅培訓報告。下一部分係個人設定。如果你需要更改密碼，請點擊左上方圖標，然後點擊更改密碼，再輸入現時密碼及2次新密碼，最後點擊更新。如果你需要更改電郵，請點擊左上方圖標，然後點擊更新個人資料，再輸入新電郵，最後點擊更新。如果你需要更改語言，請點擊右上方 EN 或者繁字按鈕，即可以切換語言。最後部分係忘記密碼。如果你忘記咗你嘅密碼，請依照以下指示重置密碼。第一步，喺登入頁面點擊忘記密碼。第二步，輸入用戶名稱，即係學校編號及電郵地址。完成驗證後，點擊下一步。若輸入嘅資料與系統記錄相符，系統會發送重置密碼電郵，請依照電郵嘅指示重置密碼。若顯示沒有找到記錄，請檢查輸入嘅資料是否正確。以上為學校管理員系統嘅功能介紹。若果喺操作過程中遇到任何技術問題，歡迎聯絡技術支援團隊。多謝。